蔡小虎半小時連飆11首歌沒休息脫口康董部與康康昔日交情。記者林子瑜台北報道中視綜藝一級棒6月開播滿1週年。本週6播出製作單位再度邀來創下節目最高收視率的吸睛王蔡小虎。康康幽默地說，這位大來賓1年來好幾次，出席率最高。康康還透露錄影當天電視台門口停了一台好大的保姆車，不愧是台語天王。一出場，蔡小虎帶來招牌歌小於愛到底大於，渾厚的嗓音，迷人的魅力，讓坐在台下的主持群和班底歌手，個個都成了小粉絲。邊聽邊跟着節奏搖擺，滿滿尖叫聲。接受訪問時蔡小虎提到，這首歌本身不太好唱，但他為了挑戰自己，請 keyboard 老師升半 key， 而他唱功寶都未老，展現高水準。這一集歌手都選唱嗨歌，李子深重新詮釋高凌風的小於冬天裏的一把火大於。前奏一下，他臉上的表情就很有戲，配合動感曲風，他連飆好幾個高音，唱到台上台下都情緒沸騰。一唱完康康也為之佩服，他這個真的是體力要很好，不然音會跑調。但陳隨意卻以男生視角說出真實感受，這如果是30年前當兵，說不定會被打。意指隧道爆標，表情有點欠打。吳美琳唱台語歌小於歌聲戀情大於，把攝影棚當成歌廳秀，當唱到歌詞燒酒一杯各一杯，也迷動安慰着軟的心內。接着就走下舞台，逐一跟來賓握手。看到蔡小虎和康康時竟脫口蔡董康董，謝謝你的邀請，讓兩人笑開懷。康康還開玩笑地說，他叫我康董的時候，我就想把他框起來了。這也勾起蔡小虎的回憶，他退伍後曾到高雄西餐廳駐唱，每次演出半小時，別人都唱7-8首歌，但他卻唱了11首。原來是他不善講話，所以就只會報歌名唱歌。陪他一起去的姐姐看在眼裏很捨不得，要他不要那麼辛苦。蔡小虎4登綜藝1級棒，不止當評審，節目上接連帶來多首好歌，每一首都唱出不同味道，大展歌王氣場。